对啊，人意识清楚啊，在那边休息。他是误踩油门的，应该是误踩油门。很厉害的，从这边从那是他妈的，没什么声音的。OK， 好。不用了，都不用了。都不用，好 OK。先生，你要开车子之前，车子停哪边？停在停车格里面是不是？本来要停啊，在那个路上要停到停车格里面，结果踩到油门就冲进来了。今日上午8点19分，本队永安安检所执勤人员运用港区监视器及望远镜发现，永安渔港南堤末端有车辆冲向护栏，坠落于消波块上。本队立即指挥永安安检所及线上巡逻人员携带救生装备前往救援。桃园永安消防分队及永安派出所均派员协助。抵达现场时，发现落海民众已自行脱困。经检视，该民众仅左手掌擦伤，并表示因精神不济，不慎冲向护栏落海。后续由消防分队以救护车将民众送往医院治疗。